廣東標準嘅兩房一廳，家喻戶曉嘅慶鈴50大玻璃，雙排單碌2米3，相識16年11月，相當之醒神嘅台車，一手車不得了，及台車先，睇下個內飾靚唔靚，得唔得？你哋話？OK 你啊，前後排冇問題，而且台車仲換咗個新箱，啊落重本啊呢鋪，好靚仔。車就喺廣州芳村，對呢隻兩房一廳有興趣嘅老友記，不妨過嚟現場睇下台車，一手車仲換埋個新箱，真係不得了。OK 你33000蚊，價錢亦都好公道，花紋版嚟嘅個車廂 ，very good。啱用啱使嘅老友記，過嚟睇車，私信買賣二手車，揾我就啱啦。